喂，今期講下鈦合金喎，Titanium。咁 Titanium 咧，最近聽科學新知咧，人造心臟又用 Titanium 做嘅。咁 Titanium 係乜嘢金屬咧？咁就係金字邊一個太陽嘅太。咁佢嘅特性係咩嘢咧？係一個超穩定嘅，係一個超穩定嘅金屬嚟嘅。即係咧，你用酸拿佢又拿唔入，用鹼去腐蝕佢又食唔入。咁基本上咧就係即係差唔多好似白金咁樣 inert 嘅。咁佢仲有一個特性咧，就係個回復力好強嘅喎，即係屈到佢變咗形咧，好難屈到佢變形嘅。即係例如喺咩場合你需要一樣嘢好難屈到佢變形咧，例如副眼鏡啦。咁眼鏡好多時一撞咁樣就撞反咗啊！如果係不鏽鋼啊，或者係鋼啊咁樣咧，佢都有一定彈性，但係唔及鈦合金嘅彈性咁，鈦金屬嘅彈性咁好嘅。咁我幾時第一次接觸呢個鈦金屬啊？喺讀中學嗰時候喎，有一個同學咧，帶咗一隻 Titanium 嘅錶翻嚟啊！個錶帶係用鈦金屬做嘅，所以哇！一揸起手，好似望落一個特質，好似鋼咁樣啊，磨咗砂咁啊！我仲記得嗰隻電子手錶。咁嗰時傾好咗好似150蚊二手賣俾我哥，我拎咗翻嚟睇。咁我哥試過戴過，然後發覺咧，嗰個窿啊，其中一個窿咧，撥到大咗。換句話咧，一隻錶嗰個錶帶鬆咗，咁你隻錶戴唔到啊，咁啊退翻俾個同學話：喂，唔賣啊，大佬！咁係嗰次係第一次接觸到鈦金屬。跟住日後咧，嗰時係1970幾年啊，81年即係入理工，應該係70幾年啫喎，已經係鈦金屬咧，已經係進入咗商品㗎。嗰時好貴嘅，即係你話俾人聽，一隻手錶用鈦金屬咧，真係非常誇張嘅。及後咧，第二次接觸到一個鈦金屬嘅錶帶咧，就係我移民咗之後嚟咗加拿大一次探我哥，咁我哥送咗隻手錶俾我，就係鈦金屬嘅喎。咁拎到翻去嗰間電子通訊公司咧，show俾嗰個，因為有一個南斯拉夫嘅 sales 啊，我喺嗰度咧，好傾得埋又後生嘅，咁我俾佢睇啊，佢話：咦，幾好啊！因為佢隻錶咧仲有一個特色就係佢係曬太陽啦，吸光能手錶嚟嘅，唔使上鏈嘅。嗰隻嘢嗰時委嚟加幣都5-6嚿水啊，即係成3000蚊咁上下港幣啊。咁而家當然啊，咁上下嘅錶可能係200蚊已經搞掂啦，因為隨住個技術普及啦，嗰個 premium 一路退卻噶嘛。好啦，呢個鈦金屬而家咧，咁啊講翻20幾年前啦，講到咁由20幾年前咧講到今天啦。咁嗰日咧就約咗朱哥同埋阿朱哥嘅朋友，都係我識嘅阿 Philip 出嚟。
Philip，我覺得佢一個係7張嘢嘅老人家嚟㗎啦。咁問佢有咩分享啦，咁佢就話配咗副眼鏡，咁佢咧就喺大陸嗰啲網站度訂咗副眼鏡，一個太陽眼鏡。佢其實咧就唔係要太陽眼鏡嘅，係要個鏡框嘅啫。個框咧就係 titanium 嘅，我都睇過。titanium 本身係白色嘅，即係好似銀啊、不鏽鋼咁樣色嘅。咁佢嗰副咧就 titanium 之中咧就電咗金啊，面頭個金色，個框咧即係入邊個金屬咧就 titanium 嚟嘅。佢展示俾我睇喎，打開佢屈到去幾乎180度，一鬆手彈翻換圓形。咁你平時咧屈到去過咗90度、110度、120度已經有機會屈殘咗副眼鏡啦。佢直頭兩面一屈，哇！一彈翻原本咁樣。咁即係呢個大陸嘅 titanium 框嘅太陽眼鏡，真係啲質量得啦。咁佢只不過係賣咗呢副太陽眼鏡，叫呢度嘅眼鏡公司同佢車翻一個咁嘅老花或者遠視嘅鏡片配翻落去，咁佢咪慳翻啦。因為呢度一個框咧，連埋一個鏡片咧，至少都150蚊嘅。而去喺大陸訂呢個，呢啲大陸婆好鬼嘈啊！呢啲繼續嘈佢，行開先，遠離大陸婆。好，繼續講。咁呢個太陽眼鏡咧，喺大陸訂翻嚟咧，係為咗上十幾蚊加紙嚟嘅喎。去配嗰個唔知遠視同老花鏡咧，個鏡片咧就係80蚊。咁即係我當佢15蚊啦，嗰個框。咁加埋個鏡片就85蚊。唔係，個鏡片80蚊，加埋15蚊就係95蚊。咁就平地95蚊就完成咗一副眼鏡啦。呢個今次最主要嘅就係講呢個鈦合金啫。鈦合金真係越整越平，越整越普及。好，分享到呢度，暫時講完先。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